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1月3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悔改就必得活。要读以西结书18章1到32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要抛弃你们所做的一切坏事，换一个新的心，新的灵。以色列人啊，何必死亡呢？我不愿意任何人死亡。你们改过就会存活。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以西结书18章31到32节。18章在描述个人要为自己的罪恶负责，就算是父子，也是自己要担当自己的罪孽。先恶后善，就必得活；先善后恶，必面临死亡。未成年的小安，他在父亲去世后才发现，因为父亲生前积欠卡债及房贷未缴清，居然要继承1000万元的债务而被银行追讨。不仅他存在自己户头的钱要被法院强制执行，连家中房产也都被查封。以后就算工作一辈子，可能也还不清。小安因此而陷入愁云惨雾当中。难道上一辈留下的债要后代子孙继续偿还吗？民间传统上认为，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但就现行的法律来说，已非如此。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自己现在面临的灾祸，是因为父辈犯的罪，而不是我自己的责任啊，所以已经不可能避免，也没有悔改的必要。先知说明自己要承担自己的责任，而且恶人悔改将会触发上帝的恩典。今天我们看的这一章，焦点是放在个人的责任。先知所要回复的是被掳之民的怪罪俗谚。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齿酸倒了。他们之所以有这样悲愤的态度，可能基于2种理由。第一个，他们根据出埃及记20章的5到6节的传统，就是认为上一代的罪一定会影响到下一代，而且由无辜的下一代来承担。第二个理由是，上帝的审判是不分青红皂白，临到全以色列，不分好人或是坏人，所以呢，主的道不公平啊。针对这种不会自己反省的怪罪声浪，上帝宣告他必使这种俗谚、这种俗语止息，因为他宣称：看啊，世人都是属于我，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向上帝负责。先知他其实进一步用2个例子来讨论个人的责任，就是恶人认罪悔改必得赦免，但是义人呢，离开义行来行恶，会因罪而死。重点其实都在强调，上帝不永远愤怒，他不喜悦恶人的死亡，但他喜悦是恶人你能够转离恶行。因此他为人提供一条存活的道路，只要罪人他悔改，其实他一切的罪就不再被纪念。义人如果偏离了正道，他先前所做的一切都不被纪念，还有就是要面临行恶的咒诅。上帝
他透过先知来传达他的心意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，他就赐下新的心、新的灵。因为新的心、新的灵是必须以实际悔改的行动来获得的。可见呢，上帝发出信息的目的不在于定罪使人灭亡，而是要行恶的人给你们有机会悔改，重新来归向上帝。因此先知这个信息其实就是在激励这些被抓到异邦的百姓，你们要产生正面的回应。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警戒，都是为了要引导被掳之民归向正途。我们来默想思想一下，我们如何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，关键是什么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主耶稣，你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，流出宝血，你洗净了我们的罪。当我们愿意信靠你的时候，我们也祈求圣灵赐下一颗察觉罪恶并且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恶的心，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个当中持续悔改的行动，使我们能够成为蒙恩得救的子民，继续走在上帝恩典的道路上面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